家平安，欢迎收听6月初2的迦南之声。我是尤波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主是我的引导者。我们要来读诗篇25到26篇请我们自己要读。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上主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把你的途径教导我，求你引领我走在你的真道上，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日夜仰望你。诗篇25篇的第4到第5节。现在科技发达，GPS 导航当道的时代，想去哪里，手机滑一下，或者是你的导航Google 一下，就会告诉你有几条前往你所设定的目的地的最佳路线。但是呢，有时候Google 导航也会出现状况，将人们带到错误的道路上面，可能是带到蒙阿波，带到悬崖等等。在俄罗斯有一名少年他在零下50度的残酷天气中，因为导航把他带到那个当时他开在俄罗斯所谓恶名昭彰的骸骨之路上，结果就这样冻死了。他的 Google 卫星导航将他错误引导到这条废弃的捷径，穿越了世界上最寒冷的有人居住的地区，所以最终他冻死在那边。好的引导者可以带领我们平安到达目的地，如果是不好的领导者，则带我们误入歧途，带我们进入险境。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也常常需要引导和带领，面对我们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挑战和追求真理的道路。然而我们从诗篇今天所要看的25、26篇当中发现一个关系，就是上主是我的引导者。诗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对话。这段经文为我们提供了智慧跟鼓励，让我们明白在我们一生当中有一位全能且慈爱的神，他愿意，他也在引导着我们。诗篇25篇开始提到，求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因你的恩惠与我有关呢。这段经文在呼吁我们要以信心和谦卑的心来面对这位上主。我们可以向上主展示我们的需要，倾诉我们的需要还有困境。其实有时候我们要相信他会以慈爱跟恩典来关怀我们。当我们的门被关起来，他会为我们来开一扇窗所以当你自己把自己交托给这位上主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确信他会引导你走向正义或者是智慧的道路。接着他进一步来强调我们应该要寻求上主的指引跟教导。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很谦卑的来提醒，就耶和华必指示罪人当行的路。他把自己表达是有罪的人，凡存心谦卑的，他必指示他们当选择的道。经文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可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我们犯错了，只要我们心存谦卑，回转归向他，寻求他的心意，他必要引导我们回到义路上面，就是救恩之路、恩典之路。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等候，静心的等候，聆听上主的声音，并遵从他的指示。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自己走啊，走啊，没有路了才说啊，上帝啊引导我。我们为何不一开始就上帝啊，你要我走什么路，你指引我？在上帝的指引是我们在追求属灵成长和生活当中做出决策时候的一个重要指南。然后进入到26篇，我们看到诗人在强调他们的正直和对上主的信赖。他们宣称：耶和华，我好爱你所居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持守正直和虔诚，并要全心全意来敬拜这位上主。其实当我们以正直的心来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必指引我们的脚步，使我们的脚走在正确的道路，走在他为我们预备的义路。所以我们看25、26篇诗人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可以用信心并且要谦卑的心来面对这位全能的上主，他会引导我们的。你要做的就是将你的需要跟你的难处交托给他，神会以他的慈爱跟恩典来带领我们，关心我们，他会指示我们走向正义和智慧的道路。你知道吗？我们需要寻求上主的指引，因为我们对未来有时我们真的是不知蒙蒙渺渺了，所以静心等候他的旨意并且以正直和虔诚的心来敬拜他。所以全心全意的信赖上主，他会引导我们的脚步走入他所为我们预备命定的生活，丰盛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放下自己的骄傲跟自信，我们寻求上帝为我们的生活就是求他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引导者，我们才可以在他的慈爱恩典中找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我们来默想，你有没有想过祈求上主引导你未来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面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很感谢你成为我们人生的引导者。我们在祷告当中要寻求你的指引，赐下你的属天智慧。我们祈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来纪念我们，因你的恩典与我们有关。愿我们能够以谦卑和信心来面对你，将我们的需要和困境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指示我们当行的路，引领我们走向正义和智慧的道路，帮助我们学会静心等候，耐心等候，聆听你的声音，并且顺服你的旨意。亲爱的主，我们渴慕以正直和虔诚的心来敬拜你，爱慕你的居所，求你赐下力量和恩典，好使我们能够持守这样的一个正直，遵行你的旨意。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主啊，求你在帮助我们，在做每一个决策的当中正确的抉择，帮助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而是依靠你所赐的指引。让我们时刻都记得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坚固的磐石。唯愿你的旨意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向和目标。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或者是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有上帝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导航，引导你进入到他的恩典当中。我们下次再见哦。